暫時顯示1號馬大運財大熱。好啦，一開閘嘅時候咧，一寶稍為慢啲向內欄位置啊，前面快嘅馬都好多隻啊，中間有紫色衫嘅誰可拼啦，咁啊再喺大外檔有醒目波幅啦，最出幸福指數中間大運財啊，大約第5位內欄呢，黃帽藍衫就勁勢啦，拍住佢追風進足啊，再有多少先見到天狗恩格斯啦，同埋內欄嘅一寶中間夾住仲有金滿載，過呢個800米段柱啦，大運財放到出嚟跑，外邊幸福指數跟佢埋，再右邊嘅第3位內欄誰可拼啦，出邊第4醒目波幅啊，第5位有勁勢黃帽內欄嗰匹啊，中間追風進足啦，再有啲先見到金滿載啦，數出去恩格斯大外檔天狗包尾，仲等緊內欄就係一寶噶。好，你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大運財好大嚿啊，放埋出嚟跑，接嚟1個細米，幸福指數開始逼近啲啦，再喺中檔嘅位置仲有追風進足啊，咁啊再喺外邊上啲有恩格斯啦，醒目波幅嗰啲馬，最後200米大運財依然係佔先啊，誰可拼呢？左穿右插咁上嚟挑戰佢，再後邊嘅馬呢，仲有醒目波幅啊，幸福指數接近終點啦，誰可拼都應該贏呢場短途錦標啊！第2名大運財，第3名醒目波幅，第4名幸福指數啊！咁啊結果呢，呢隻誰可拼咁啊一路跟住帶頭跑嘅大運財，大運財最後100米力弱啦，結果就誰可拼好輕鬆將呢隻大運財呢就擊敗啦，跑第3名醒目波幅，第4幸福指數啊！咁啊，呢個誰可拼啊，守到個好位啊，咁啊捧走咗呢個短途錦標啦。大運財都跑翻個第2喎嚇，咁啊灰馬跑第3喎，醒目波幅啊。一步你幾乎一步都冇騎過。嗰度完全都冇望空過，都冇得及跑啊！真係啊，一步啊，塞到呢。慢步速就有機會係咁嘅，都預咗未必好容易揾位。不過諗唔到係呢兩隻最快咯。原來出嚟最快嘅係誰可拼同大運財，真係估唔到啊！